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6日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开始来看4月份发生的台北钱柜 KTV 的火灾，造成6个人死亡。台北市政府嘛展开公共场所公安跟消防设备的检查，检调嘛查到台北市都市发展局有2名公务人员涉嫌收污钱哦。今仔透早，甲1名姓詹的公务员移送北检复讯。 进前钱柜 KTV 大火造成6个人死亡，台北市政府下令要严查电梯安全，加强安检项目。不过检调查出，台北市都发局建筑管理工程处使用科姓詹甲姓周2位业务承办员涉嫌向业者收钱。台北地检署伫15分路所查，总共传39名相关人员甲证人到案。你们有参与收贿吗？没有。说明一下吗？ 5个姓詹的公务员发现新古店 KTV 复兴店5台送菜电梯无使用许可证，涉嫌向业者publi报申请竣工检查费，每一台电梯加收2000，总共收1万，让业者顺利摕到合法许可证。最近2年也涉嫌交给检查出境费的人，向 KTV 加大卖场的业者收钱。透早姓詹的公务员移送北检复讯，2位检验员10万交保。哎，你干什么？在干嘛？干嘛撞人？ 不好意思，这样很钱呢。那你干嘛贪污？干嘛撞人？弄记者高想要拍人，加上赶紧把这位姓尹的检验员带走，因为关系民众逐工坐电梯的公共安全，调查局出动120几位调查官全力侦办。台北市政府讲会全力配合检调单位调查，若有不法绝对严办。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香港的民主派顶礼拜举行非正式初选哦，初选的结果，本土抗争派参选人是比传统的民主派愈较受到支持。昨下晡抗争派的参选人开记者会表示哦，因会反对国安法到底。另外，面对美国要停止香港优惠的待遇，香港政府是回应表示讲会来研究美国敢有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 美国总统川普将宣布被制裁限制香港自由的人士。媒体偏北社就讲，北京团队初步所提在制裁名单，本来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加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讲，川普为着要进一步激化加中国的紧张关系，目前排除制裁中国高层官员的可能。香港政府批评美国拍着人权、民主加自治的口号，推出一系列制裁加措施。 就是要借机会打击对手，也讲香港伫1國2制下享受单独關稅區的地位，會研究美國取消香港優惠待遇，是唔是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則？國家安全係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所享有去維護自己國家嘅領土完整、統一同埋主權嘅好基本嘅立法權利。如果有任何國家因為係希望可以用一啲措施， 去干涉其他國家嘅內政呢？呢個呢係會違反咗一啲國際上邊嘅準則。港版國安法雖然阻擋香港嘅民主運動，不過頂禮拜六民主派舉行初選，依然有超過60萬人投票，是主辦單位預計17萬人嘅3倍以上，人數甚至已經到2016年頂一屆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得票數一半。 這場非正式的初選，目的是嚟整合反對派勢力，以便喺9屆立法會選舉時陣出現分裂。結果顯示，新世代本土抗爭派已經成為主流。5個地區直選加超級區議會初選裏面，抗爭派有6個人得票率敗前2名。During the primary election, which i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ur vote is our voice being heard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oday, 16 candidates from the protest camp hold the press conference. We urge and raise the possibility, hope to have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with other elected candidates in the primary election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al pro-democratic camp. 吳志峰喺15日記者會講，喺北京打壓之下，反對派無分裂的本錢，希望會加泛民合作，共同爭取地區直選裏面的23個席數。抗爭派也講會堅持到底反對國安法。 喺港府加中聯辦表示，這場初選違反港版國安法了後，身為主要籌辦者的前立法會議員區諾軒15宣布退出初選的工作。伊講伊的承擔已經到前方。記者綜合報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是宣布講，對16開始，中國籍看守2歲以下的囡仔，若屬有台灣居留證，會使申請入境，開放的人數大約有100個人。
中国籍配偶的家儿当时才会当回来台湾，指挥中心宣布，考虑到国内防疫流量还有人道，从7月16开始，包括2岁以下有台湾居留证的中国籍的家儿会当申请入境，但是必须要配合14天的居家检疫规定。那这2岁以下在陆委会这边他们就为了在作业上面能够明确所以他们就定2岁以下是指107年7月7日含以后出生的子女。那父母亲可以来陪同，我们先从2岁以下，先开始来开放。指挥中心表示，即马这个阶段防疫甲人伦要兼顾，还是无法度做甲双边好，是安怎先开放2岁以下？但是中讲，因为2岁以下的囡仔户籍还未决定，但是若是有符合入境资格的其他人，嘛会当互委托带有居留证的囡仔入境。目前还没选定，所以他是也可以来台湾就来办理，就是他选定我们台湾，他是有这样的可能的，所以会先放这个是这样的关系。我们更殷切期盼的是，年纪在这边长期在那边就学这些国小国中跟高中的这些新兴学子，能够再放宽。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这届先开放2岁以下中国籍配偶的家儿申请入境的人数超有100多人，后续会继续观察中国疫情还有实施的状况，再来评估敢是要调整。针对开放短期商务人士入境，会当有条件申请减少居家检疫的部分，指挥中心经过评估，甲缅甸增加做低感染风险的国家，香港、澳洲是做低感染风险。调整做中低感染风险的区域，若是原本外界认为讲可能会去用除名日本甲韩国是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明仔2天各地拢是侪云好天，正热的天气。来看上新的云图，受到西南风影响哦，水汽会较侪。透早到中昼，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地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尤其是南部沿海的地区哦，可能会落大雨。过到了北部和东北部、东部地区，阁有其他的山区，金门、马祖都嘛会有局部短暂的阵雨，雨毛可能会落真大阵，也毋过云会豆豆减少。大部分的所在哦，嘛是拢是真烧热的天气。新竹以北、和宜兰、花莲、台东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哦。东南部地区哦，嘛有可能会出现西风，所以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哦。再来看日本，因为黄山雨做大水，已经造成70来人死亡，13人失踪。另外，伫印度的阿萨姆嘛，因为落大雨，爆换放弃，上无有77人死亡。2层楼啊，厝的徛家都伫路边，轿车嘛互地壳变形。日本这个讲，因为黄山雨方面滞留，一直落大雨，互广岛山区发生土石流，居民互活大死亡。当地市长阁开记者会解释的。韓国の発令が本来発令すべき時間にできなかったというのは、大変残念に思います。这个做大水是因为真侪河川泛滥，和超过70人死亡。日本中国地区上大河川江之川，因为集中降雨造成水头汇集水量，做伙流到水尾，才会泛滥。高基辅的飞驼川因为水尾的河道真矮，造成汇水效应，和居民未赴逃走。对了，日本、印度的阿萨姆、加比哈尔因为大雨做大水，当地布拉马普特拉河冲派爆发，淹水将近1层楼悬。超过200万人失去家园，至少有77人死亡。পানীৰো সুত বৈছে এফালে আৰু পানী একদম সব পানীৰ তলত ওচৰত যিবিলাক মানুহ আছে সব নায়ে মানুহ ঘৰ সব পানী উঠাই লৈ গ'ল。同款伫布拉马普特拉河边啊，便加拉嘛因为淹水，超过100万的居民离开家园避难，有将近17000人因此感染到新冠病毒。2021年南苏拉威西省13发生山洪爆发，当时阵有3条河川泛滥，甲9万间的徛家淹了。至少有16个人死亡，23个人失踪。那是尼泊尔，因为到11为止，当地嘛是一直落雨，引发土石崩落来，加做大水，超过40个人死亡，更有9万人失去家园。当局除了紧急安大灾民，嘛发放生活物资，互居民会当暂时过日。记者林尚整理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先来看《苹果日报》2020年的大选，政治现金的部分公布，伫总统蔡英文竞选的经费内底有一笔2700多万，是找一间选举之前才拄成立的环港有线公司来做 YouTube 的影片。这间公司伫选举了无偌久就收起来，嘛传出讲这间公司的负责人就是台湾社区网站的负责人。
再来看自由时报，国家通信委员会 NCC 早是通过全球第一个网际网络实体服务管理法的草案，唔那甲 OTT 的业者，也就是网际网络串流媒体进行哪里管理。若是中国业者无依照两岸条例取得许可，伫台湾来提供非法的服务，上最会使罚500万。再来看《中国时报》，食药署提出水货商的条款为国外带回来还是寄回来的糖仔饼等食品每人每工袂使超过6公斤，违法上最会使罚300万，是为9月份就会开始来实施。再来看昨本的3倍券，对昨开始邮局阁有4大超商拢会使领咯。昨邮局伫透早9点外系统就故障，造成排队的人是路长。另外，伫便利超商的机台嘛，因为伤侪人使用，系统嘛出现问题。真侪民众透早就排队咧等，邮局3倍券15开始卖。这个住伫台北网家的5城市，特别较早起床，透早4点就来排队，顺利抢到头香，嘛真紧就领到3倍券。上次就是口罩问题呀，就是难买啊，就早一点来看看有没有比较好啊，结果早一点来就可以了。有人欢喜领到3倍券，台南麻豆煞有一个56岁细过的妇人人，疑似伫咧排队的时阵血糖伤过低，头型无爽快，跋倒受伤。边仔的警察随发现，赶紧通报，甲人送去病院治疗。领3倍券的头一天，状况也毋单止一层，邮局凭款甲流量，疑似是因为记载袂调，早起9点58分，向全国系统小度，一直到10点02分才恢复。9点来排到10点12分，当机2届啦。排队作业系统的困难，其实邮局领3倍券要算真紧，平均一个人1分无到2分钟就领到。统计为早起8点半到下晡5点左右，全台湾的邮局拢总卖出691450份的3倍券。速度怎么样？很快啊！他今天领几个人的？4个啊，1、2、3、4啊。从今天开始到7月31号，我们每天都会提早半小时开门。今天预估我们的作业能量大概会来到55000到6万。18号是全邮局都上班，所以呢，我们18号应该会来到85000到9万。同款系统出状况的，还有便利商店，包括7柑仔店、全家甲 OK 等等的便利商店，拢因为流量超磅，隶属3倍券专区，系统一直显示流量管制当中，请等一下再搁试。有民众排队至少排20分钟才领到。很想要第一眼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就第一天就马上上，就是9点钟就马上跑来了。想要买电器，但是刚刚拿到之后，想说我再研究一下。也未领3倍券的民众，3倍券的官方网站有提供3倍券即时存量的地图，提供民众查各间邮局开放的时间甲存量等等。邮局目前是以身份证号码实施分流的措施，身份证号码尾号是起来拜1、拜3、拜5拢会当领，若双的是拜2、拜4领，另外拜6是起来双的拢会当领。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个均价全世界确定的病例嘛已经超过1300多万例，死亡的人数超过57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无新增加的病例，目前是451例，中国的病例有85000多例，香港有1500多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和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61万例，巴西嘛超过190万例，印度是超过93万例，俄罗斯有74万例，欧洲的国家西班牙是超过30万例，英国超过29万例，意大利有24万例。再来看，为了要刺激经济，咱台湾有3倍券。南韩伫8月份卖推出酷碰券针对餐饮、农产品，佮有电影等8项产业会使来使用，要鼓励民众消费。防疫爱做经济嘛的拼，南韩政府进前发现金补助中介收入好了，这么个推出酷碰券进行方案，针对餐饮、新鲜农产品、大数观光、电影等8项产业
推出无共方案的酷碰优惠。餐饮业上早8個就會發。People who spend at least 20,000 won on a restaurant meal at least 5 times on weekends can receive these coupons. 2萬韓元差不多500台票，消費2500台票就當領1萬韓元，差不多220塊台票的酷碰券。因過唔是大家攏有獎，先達到消費條件的330萬人才有通領。生鮮農產品也佇這邊的政經方案內面，不期得開始民眾去傳統市場或者是公營的零售店，為生鮮的蔬菜水果會當提到20%，相關1萬韓元的優惠，差不多600萬人會當領到。也受疫情影響嘅博物館甲美術館，近350萬名網絡訂票民眾，會當有50到75塊台票嘅優惠。Discount coupons for museums and art galleries will be released in Museum Week, which runs from August 14th to August 23rd. 同款青參嘅電影業是針對網絡買票嘅消費者，有6000韓元，差不多150塊台票優惠。不過實施日期要看疫情決定。旅宿觀光運動也會推出優惠方案，但係呢民眾已經對使用酷碰券真慣勢，進前地方政府推酷碰券反應就袂歹。Because of the COVID-19 outbreak, coupons provide more discounts, and I feel like using these could help small businesses in the district. 這邊政經方案會開1.4億美金，差不多41億台票，南韓政府預計會刺激出7.5億美金，差不多220億台票的消費，希望會當加南韓的經濟小有一個。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今年西班牙洋澳熱人是真痛苦，因為西班牙洋澳普隆西亞是伫5月份來鐵門，今年受到疫情影響哦，鐵洋門的師傅無法度入境哦，所以農場的主人最後是大家講好，做伙出錢來包飛輪機，要求國王來拜託政府，予師傅會使來鐵洋澳來鐵門。6月中，西班牙南部城市格拉納達溫度已經超過攝氏30度，農場內面的羊熱甲強要昏倒。往年攏是佇咧5月就有剃毛的師傅將因身軀頂的毛剃掉。不過今年因為受疫情影響，身軀頂的毛加前過半月。佇馬德里首都以北360公里的城鎮維拉菲爾這間農場，最近總算順利找到專業的師傅替羊剃毛。對烏拉圭來250位剃羊毛的師傅，對只到西班牙攏無休困就開始趕工，因打算佇遮點70天替羊仔剃毛。Italia, tanto como España, los países más afectados. Pero claro, nosotros vivimos esto. Y allá en Uruguay nos llenábamos, entonces no quedó otra que arriesgar y venir para acá. 西班牙的農場正依靠剃羊毛師傅的專業技術。一寡農場的主人決定要集資包機，也請國王說服政府，和檢驗結果是陰性的這寡剃毛師傅會當來西班牙。Y esto no es una cosa que puedas decir mañana, bueno, pues busco españoles y se ponen a esquilar. Aparte de que es muy duro. 在封鎖期間，餐廳的生意落6成，無論是羊肉也是活羊的交易價錢攏跌3成。相關業者對7月底穆斯林的宰牲節也無啥樂觀。因為進前在這個節日羊肉的需求真大。Llevamos 4 meses preparando los corderos para la fiesta del sacrificio musulmana que no se consume en el mercado nacional. Entonces nos veríamos obligados a buscar otra. 西班牙6月2日對歐盟會員國新冠區的邊境管制結束，也解除防疫緊急狀態，入境無需要再隔離14天。想要佇咧也未完全結束的疫情中，救國家正依靠的觀光業。記者綜合報道。再來看美國總統川普的查某孫仔，就是接受電視節目的訪問，伊表示講川普完全無適合做總統。川普本人是佇白宮來開記者會，批評對手拜登哦，拜登嘛批評川普防疫無才調，伊愛川普好好啊做代誌。美國總統川普的查某孫瑪麗最近出版新冊來表家族內部的消息，這是接受美國廣播公司 ABC 的早安美國的節目專訪，報出進前官方衛星放出一段內容。瑪麗講川普完全無適合做總統。He is utterly incapable of leading this country, and it's dangerous to allow him to do so. Based on what you see now or what you saw then? Based on what I've seen my entire adult life. 但是外地主角川普则是伫咧白宮玫瑰花園召開記者會，頭起先行宣布甲中國香港有關係的代誌，所落來話題改變，主題變做口舌競選對手民主黨準候選人拜登，向變做批評大會。He opposed my very strict travel ban on Chinese nationals to stop the spread of the
China virus. He was totally against it. Xenophobic, he called me. Xenophobic. A month later, he admitted I was right. 去互现场的记者问讲，敢是伫咧选战当中气势较歹的，川普电都是真有信心。No, I don't. I think we have really good poll numbers. They're not suppression polls; they're real polls. 若是民主党准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是注重川普处理疫情不好的部分开始反击。Mr. President, please listen to your public health experts instead of denigrating them. Do your job, Mr. President. 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初六宣布，若是教育机构因为疫情采用专线顶的教学，外籍学生袂当踮伫咧美国。哈佛甲麻省理工学院设备要向波士顿联邦法院来提告，毋过落尾政府的政策改变，暂时已经决定撤销这项命令，这嘛互留伫美国的外籍留学生会当放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一开始是美国疫情严重哦，即马阁逼出奥克拉荷马州的州长嘛患着病毒，是全美国头一位患着病的州长哦。另外，美国甲州政的玫瑰火车游行哦，主办单位嘛宣布讲明年要取消。因为出生率是一直拉到21世纪的尾哦，大部分的国家人口拢会减少，其中西班牙佮日本等23个国家人口会减一半。再来看，包括苹果公司，佮有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等国际正出名的企业，佮明年的官方推特哦，早起传出互有心人士入侵哦，发布诈骗的消息。再来看汉光演习，将是第3天，海军的舰量级的艦潜水艦幕，嘛伫演习中来展现实力。也毋过有媒体报道是指出，讲伫咱的演习的时阵，有2只中国解放军的间谍船哦，有挖进咱的南苏海域来收集资料。海军嘛出动军舰来反制，也毋过到目前为止，军方是无做出回应。伫海底舰量级战舰向巴船射 SUT 重型鱼雷，海面沁出水条加乌烟。这是海军战舰伫13年了再一遍实施鱼雷的实弹射击。汉光36号演习第3天，全台湾开始滨海决胜，验证三军联合火力的效能。国防部讲，这边操演依照防卫组成构想，对兵力自无共方向空前的攻击。分做远、中、近3种距离，参演部队包括陆海空三军。屏东高防基地外海实弹射击，除了标准一型无射到，爱离飞弹以角度方式发射，中山飞弹以垂直方向发射，向山飞弹是伫咧船顶发射，拢射到目标，展现国军保卫大海的能力。平面媒体报道，15早起汉光演习伫咧东南海峡进行时阵，有2台中国解放军的间谍船挖进南苏海峡，收集参数。海军派巡逻船去进行电子干扰加监控，早起8点过，间谍船就离开。总统蔡英文也落南视察汉光演习，也伫 FB 发文讲，这边演习后备军人第一面参加 M105榴弹炮射击任务。后备军力伫咧演习中的角色甲任务大幅度提升，和相比后备部队最近防卫国家是现阶段国防事务改革的重点之一。16汉光演习第4天会进行各作战区域登陆加反登陆操演，重点放伫咧屏东甲罗塘海沙保卫联行操演。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塑六轻卖料区的工厂，昨透早9点外发生火灾，一直到中昼才受到控制，嘛完工受伤。婚姻官长张立生要求停工，嘛要求台塑爱组成调查小组，第3天内底爱找出问题。另外，针对火灾造成的空气污染，嘛已经先开出一张500万的罚单。大火日清出来，周围也有真高的乌烟。云林台塑六轻卖料厂区塑化公司连续2厂，15早起9点外发生公安意外，厂房拢是火。消防人员有真侪条水管来拍火，尾也才甲火势控制。云林消防局初步判定，连续厂发生 RDS2 单元无正常，尾也才导火烧起来。而烧起来物质是重油加氢气。现场烧起来面积大约是2000平方公尺。输油配管里面，我们整个都已经将遮断把它遮蔽掉。那原则上，目前就是整这个地方整个这些重油燃烧完毕。
去年4月，台塑厂区公安事故大家也会记的。这1年来，大小公安事故不断。云林县政府对台塑卖料厂进行35000条工线的总体检，搁再发生意外。云林县长张立先真生气，要求下令停工，并且要求台塑3天内底交报告。云林县环保局也对火灾引发的 PM10超过标准，重罚500万块。把真正的原因跟起火的真相，3天内要呈报给云林县政府。那同时记空污法，我们还是要祭出最高罚款500万。有群民众在事故发生了后，是集合在台塑六轻门口抗议，要求爱落实公安管理。有群的民众讲，六轻10年来公安事故常常发生，每一摆拢讲要改善，却也是逐年拢发生，让因感觉是生活在惊吓之中。爆炸或是大火的这种景象，好像一直存在我们麦寮人的记忆当中，每隔一小阵子就会一直发生爆炸，所以其实就人心惶惶。对官府甲民众压力，台塑副总是一直系实的。不过对这摆公安事件原因，也无讲真多，只是请外界唔免烦恼。大家回一个系列，因为今天这属于一个突发的 case 啦。台塑以厂区填海资料盐化造成基具开损害为理由，将做公安事故常常发生的理由。强调厂区有60多间的厂房，问题难免较多。不过，这款的讲法地方上无度接受。这种环保署环境事故小组已经进驻林务局、林务所就近监测。云林县政府是向中央发话，成立国家级灾害应变中心，共同解决台塑公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今仔的正夜考第一，冲台湾猪的新闻专题，要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咱台湾猪伫世界上有啥物竞争力，也者是讲咱的台湾猪自细汉就腌过，所以猪肉无臭腥味。也毋过咱饲猪的成本1公斤比欧美国家爱贵30-40块，想要外销爱真拼。咱这回详细来了解。是昨暝6点倒载，到下早7点才来开始做分车。猪肉中心的温度拢符合咱这个HACCP 的这个标准。今日来这间猪肉食品加工厂，上来遮，逐工要分切的猪就超过1000只。厂房内底中心温度控制伫咧摄氏5度，室内维持伫咧15度，就是要确保猪肉对屠宰、分切、冷藏到上市，大肠拐捆无超标，有达到食品安全认证标准。台湾的猪肉食起来无一个馅脆味好，其实和咱的养殖技术和方式有关系。咱的养殖场和欧美国家真无共款，毋但较清气、较通风，而且台湾的猪工伫咧做猪仔囝时就过腌，所以食起来拢无一个臭馅味。因为欧美的气候真低，拢爱蜜蜂式的饲猪，是迄个环境的问题，你排泄物放落去，伊伫咧空中会发酵，有这个阿摩尼亚，有迄氨氮，所以猪仔对天空吸入去。对气部咧，对血液流通，所以这个欧美食的猪肉就靠这个臭猪屎味，所以咱的这个猪肉出去应该非常的有这个竞争力。为着要拓展外销市场，有食品公司已经上准亚洲各国销一寡猪肉的特定部位，亲像要甲猪仔的鼻仔骨销去新加坡，腹内销去越南，猪皮销去菲律宾，猪肉销去香港和澳门。一年若准讲以100万只猪来算，销出去的年产值就使超过100亿。不过台湾的猪因为养殖的成本真悬，外销的价少，平均1公斤的青肉比欧美国家贵30块到40块，所以台湾猪若要出头天，一定爱建立家己的品牌。这边咱来请教吼，互世界拢认同嘛吼，咱过来是讲爱无药物的残留，咱的迄养殖的技术吼比外国较好，所以咱会拍迄个台湾的猪肉吼，用 MIT 日本将来若讲要咱买一寡加工肉好啦，吼，用饲肉好，咱有哪屠宰这部分，然后爱有符合这个 HACCP 这个标准吼。伊甲要来购买啦吼。政府要从旁协助咱这饲猪农，讲比如讲即摆伊咱国这规家是要爱什么规家的肉，辅助咱这猪农讲你的肉猪质嘛好，营养嘛好，配方嘛好，咱这要怎去改善去调整。
少年智龙认为，台湾要开放国际声望，除了爱建立多体的分级制度，也爱打造猪肉国家队。因希望政府无搁再只是用补助金提升养殖设备，也爱建立奖励的机制，通好刺激猪农提升养殖技术。同一个时阵，也爱整合相关的产业，才法度真正互台湾猪销去全世界。记者阿明金林飞田淡薄罗中国水综合报道。偏乡的邮局佮超商合作，民众是要安怎来领三倍券呢？经济部嘛协调警政署，请偏乡的派出所来协助，民众就会使去派出所领哦。甚至有一寡所在的李干事哦，嘛提供发三倍券的服务。透早8点，花莲县万荣乡西南派出所的警察布置提供民众领进行3倍券的场地，先清点核对已经注文好要发的数量。领的时间一个到，就有民众去派出所办理。比各地邮局排队排到落长的情形来比，民众是感觉讲去派出所领3倍券是方便真多。不用什么7邮局那么多人这样。去派出所领进行3倍券的地区有花莲县的万荣乡、台东县金峰乡、甲屏东县西仔乡，拢总有7个派出所。因为这3个乡较偏远，离邮局甲便利商店拢真远，利用派出所来发，颠倒是较方便。而且警方还阁真认真，把3倍券放伫咧放枪的柜仔内底保管。不过台东县金峰乡当地民众还阁无啥了解，会当利用派出所来领，所以这届注文呢，敢若有16份。非常方便，不用跑到那个太麻里那边去。下一波预购时间是8月1号到8月7号。因为台东偏乡附近的邮局上远的是伫30公里远，即马台东邮局已经甲长滨、海端、延平、甲大仁乡直接提供由村里长或者是干事代替村民申请领3倍券的服务。我们对清完以后，就请我们邮是送给这个乡公所的那个干事，干事他才带到那个原乡发给这些行动不便或都独居长者。台东邮局表示，15第1站为延平乡开始服务，过来会扩展到其他的偏乡，互老大人或者是行动无方便的民众，会当更较利便来领到进行3倍券。记者综合报道。有目睭无好的民众哦，是欢迎讲3倍券当初申请的网站哦，是有提供语音的服务，是真大心哦。也毋过其他政府部门的优待券都无这款的服务，希望会使来改进。月、日验证码就没办法进去了。是咧障碍语音系统报讲车拍验证号码，毋过问题说是无报验证号码的语音，是咧障碍朋友根本就无法度用，敢若会当调伫咧申请的职业，而且这是为何保进行管弱势资格线顶查的网页。《《身障权益保障法》第52条之2，它本来就有规定说，政府应该设1级的无障碍的一个操作空间，但是在这个方面，就是那个卫福部的申请系统，包括农邮件的申请系统里面，它是并没有所谓的无障碍平台的部分。身心障碍联名点名几下的无语音验证号码的服务，视力障碍者无法度使用政府家业馆的网站，包括文化部的艺放馆、农委会的农游馆，还有体育署的动植馆，还有卫福部的进行馆弱势资格查询的网页。所以我们刚刚已经请那个资讯的厂商在最短的时间内呢，我们会来做一个语音的录制放置在那样一个网页上，让视障的朋友也可以来使用。那个系统关闭跟作业检修的这个时间预定是7点左右。若是艺放馆的部分，文化部表示，预计第2波会针对65岁以上的老大人、18岁以下未成年人，还有弱势族群提供专本甲所谓的服务。视力障碍朋友会当伫咧第2波开放的时阵来申请，但是政府要加强所无顾到特定族群使用的方便性，嘛包括身心障碍团体要出来发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一台客停车，伫15半暝仔的时阵哦，车冲入去台中港的海面，有可能是因为落大雨，驾驶路看袂清楚，造成意外，造成4个人死亡，嘛有1个人顺利逃生哦。详细原因嘛等下调查。这个客运车经过台中港北池信号台的时阵，先是往倒弯，但是倒弯了后，伫无打东仔的状况之下，就往海边啊开，最后是90度落落海的。车内一名细里的乘客拍爆窗啊，家己收起来报案。警消伫凌晨3点40分左右找到这台车。加上这些搜救又有一些困难性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有1个人生还，那其他的都是在海底捞起来了。车内包括司机在内有3个人死亡，另外一名家己收出来的乘客
最后伫码头附近去找到伊的尸体。这个意外总共造成了4个人死亡，4个死者家属赶到现场，伊讲弟弟才到台中港工作无偌久，放假进前甲同事出外来食饭，无想到拄着死亡的事件，希望会用紧的来厘清真相。他们也没什么喝，所以可能是搭到这一部车子的关系，真的是要有标示。可是这样子一看，好像什么也没有，所以你说车子从外来的车子进来，当然会看不到，视线当然会有所影响。警方为监视器画面来研判，这个车应该是伫凌晨0点05分的时阵落海的。当时台中港区落大雨，无排除是看无清楚，零件都无好。负责港区管理的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计程车司机甲船员应该拢对环境非常的了解，无环境安全管理的问题。有进出港区对港区的状况会相对来讲是很了解、熟悉，光线也没问题，灯都有亮着的。在这种情形，我们认为环境的管理因素是不大啦。4名落海的死者分别是41岁姓谢的司机、52岁姓黄的男子、41岁姓柯的男子，还有65岁姓杨的男子。计程车面顶的乘客拢是离岸风机安全维护人员，趁着工作空棚出外做伙食饭，却拄着这个不幸相关的事故原因。台中港的警消还搁咧厘清当中，记者综合报道。网络红人性解释，甲台北市政府税处因为厝内电扫帚熊熊爆炸，所找无灭火器通使用，伊伫面册批评讲有够离谱。捷运局是表示这是因为管委会甲建商无做公共设施的点交，目前嘛已经要求改善咯。熊熊一声爆炸声，互厝内的人惊甲叽叽叫。原来是吸尘器爆炸也导火。这事件发生在网络有名的人肾结石租厝内底。住伫20楼的伊，赶紧找大楼内底灭火器，一路一直吹，一直到地下1楼才找到。可以讲实在是震撼的教育。离的厝头家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讲，因为管委会甲建商无完成公共设施点交，已经要求改善。已经第2届了，但是它跟建商之间的公共设施的点移交还没有完成，所以导致这个目前有一个空窗期。那这个对我们，我以捷运局的立场，我跟陈主任一样是受害者。你不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对外来做一个推责的一个说法。实际来到现场，也是无到入去内底了解，议员也互挡伫门口。抱歉，这边是我们社区的界限，非常清楚。我们除了无奈之外，在这边被当2等公民看待，因为只要任何问题，管委会就会说去跟你的房东捷运局反映。老先是真生气，随摆向管委会甲捷运局反映，拢无得到相对回应。另外，还佫讲有自豪质疑，真侪支灭火器放伫地下室停车场，拍开消防栓内底却是空的，连停车场的天棚拢滴出水条，批评管委会拢无咧做代志。很多住户来反映啊，但是很多事情说是我捷运局的事情，还是管委会的事情，有时候搞不清楚哦。泸州连开梯，希望城市总计1033户，在2017年交厝了后，台北市政府分到500万户提供出租。这阵社区管理出现公安的问题，在管委会22室厝内底占有10室的台北市捷运工程局讲，管委会已经换人伫做，希望管理制度能正常化。不过自豪因希望讲因的居住权益能被重视。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南投县溪池乡的头社有一个真出名的活盆地，是一个蓝地哦。当地民众伫遐种水石榴，形成一个真特别的自然景观。县政府文化局最近嘛公告，甲这个浮残文化景观哦，来做是县内第3个有形文化资产。咱做伙来看卖。日月潭头社外盆地下边的蓝地泥土土堆积真侪偏池，农民伫参观甲荷花种台湾特有种的水石榴，固化保护土壤，呈现特殊的自然景观，嘛吸引不少游客。以前呢，少主在这边湿地的时候是以草绕木，成土以种稻，就是用浮田的方式。那久了就把这整个日潭给填平了，就整片的田，所以它具有很高的那个农耕文化跟自然地景的历史。有10外公尺深的头社盆地下骹的草泥土蓝马地，是目前台湾古气候研究中涵盖年代上久，嘛是资料上丰富的区域。为着保护这块大自然的资产，经过县府文化局的审查，公告列做县级有形文化资产。希望能够好好来保存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景观。因此呢，经过我们南投县政府的文化审议委员会一致通过，
那把这个地方呢列为文化景观。经过南投县政府文化审议委员的决定，头城铺田通过县级文化景观的核定，除了避免大规模的开发，嘛希望这个有丰富先民智慧的活盆地，会当有更较侪研究家传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南州乡公所有一个职员哦，伊退休了，就以自然的方式来种一寡水果，伊的查囝就帮爸爸来卖哦，嘛帮一寡有同款理念的小农做伙来行销，分享无毒健康的农产品。加一粒一粒的柑仔蜜用加刀加落来，这拢是潘志英踮家己的有机果子园种的。读农业科毕业的伊，自从退休了后，转开始种一寡无厝农药含化学肥的农产。你的叶啊，上起码留有8对，会较大粒；留较少叶啊，伊会较小粒。潘志英为着互人食到通安心，伊用黄豆粕含益菌做有机肥，增加土麦养分，坚持用自然栽培方式种植。我们是用小农方式少量多样化的栽植自产自销。查某囝潘春苗，除了会甲老爸斗相共，甚至佮开店卖一寡新鲜的菜色甲果子。基本上一开始的品项也非常少，对，这是我们家主要的品项，凤梨、芒果、芭乐有2种这样子，小番茄这一些。也因此，就是我会去寻找一些跟我们相同理念的小农。潘春苗表示，店里也有其他小农种的农产，鼓励人客用合理的介绍，直接甲小农交关。潘家爸仔囝更心为着有机农产的付出，也是望甲上界健康的农产品分享给侪消费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的那边，有一位80岁的书法家周碧玲老师哦，伊伫社区教时代写毛笔字。老师是讲哦，教这时代写字哦，因为伊拢学甲真认真，所以嘛教甲真欢喜。看书法家当咧指导时代写字，详细甲看，毋但学生，连上课的老师嘛是长辈。屏东那边的仁和村长罗丽美，为着要互社区内底的长辈捌字，顺续培养兴趣。特别请高龄的书法家来教阿公阿嬷学写字，会当来迄个，互因加减捌歌字而且书法也当调整他们的心情。觉得他们学的怎么样？还不错呢，他们都是60岁以上呢，有的没有读过小学的没有，从来也没有拿过毛笔去写字，他们写得很快，都很快乐。周老师强调。家己来遮教课真欢喜，佮讲即寡老学生，有个人虽然无读过册，毋过学习的能力真强，学了真紧，佮袂面单。你有认真学无？有，即摆在写较水啊，因在写真歹。不是人要读册啊。你认真有认真无？有够认真，逐工来。村长讲，互高龄的老师来教时代学写字，因较会认真，而且学写字佮会使训练老大人的手，大家互相讨论，同齐学习。嘛，互生活变甲更较趣味。未来社区嘛会办更较侪互老大人上的课程，都是在地脑化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华人真出名的历史建筑松园别馆哦，最近园区内面有一寡大型艺术作品，也毋过这几天煞受到破坏。本来准是狗仔夹歹去，后来真足看，应该是有人挑故意来破坏的，嘛已经报案哦，要来抓出凶手。花莲市的松园别馆行至100年老树步道园区内底中，发现真侪大型的通判装置艺术被破坏，亲像这只火金菇的卡接片，泡面被刮开，连内底更加拢流出来。你看到它的切面其实是很直的，并不会是外面的野狗啊什么咬的感觉。这是很恶劣的。恶劣啊！我们要学习爱护。松园别馆是花莲有名历史园区，因为大量100年老松的树，生态丰富，官方特别伫去年设火金菇、独角仙这大型装置艺术，互民众认识自然环境的重要，是未到不到1年就被破坏。这样子的东西，它其实是无价的，并不是用金钱来去看待说它到底是多少万、多少10万的问题，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要对这些生态、对这些物件，大家有那个公德心的。馆长目前已经向本所报案，本所正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进行调查中。
坑库边用野树仔所搭的围篱也被故意破坏，未少树枝被拗断去，怀疑是停车所造成。除了报警以外，也会增加保全巡查。不过，海起装置艺术要复原，恐惊真困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务部拍算要来推动民法修正草案哦，甲新年为20岁调整到18岁，未来满18岁带无生囝、买厝、买车，都毋免阁经过大人的同意。法务部表示哦，伫这个新制度实施之前，会有2年到3年的抽退期哦，来减少冲突。你说什么？戏剧内底妈妈不爱囡仔女朋友，要求也是高中生后生，唔准阁参加对方来往。以往男女想要登记结婚，查甫爱满18岁，查某爱满16岁，同时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不过法务部最近推动民法修正草案，规划甲成年的年龄修到18岁，一旦修法通过，即位年满18岁就用家己决定登记结婚，免父母同意。现在呢，我们把女生呢也调为18岁，跟男生一样，也就是男女平等。不过，传出真侪家庭烦恼，囡仔心智年龄也未成熟，无稳定收入，修法的衍生更加多问题。因应这个时代的潮流啊，还有比较外国的立法律，所以我想，成年的年龄啊，我们就予以降低为18岁。心智年龄啊，因为可以透过教育的方式啊，能够让这个未满18岁啊，能早一点成熟啊。成年的年龄要向下修正，原本受限制行为放宽。不过，选举罢免法依然依期是20岁。法务部讲，有这2款属有宪法残疾，必须调查立委有共识，才发动修宪停书。不过，戴小平是呼吁投票年龄应该修到18岁。当我们公投法已经下修了，18岁就可以公投，那为什么不能够具备投票权？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他所受的教育水准跟资讯来源，特别对政治资讯的这些判断，其实都比以前更多元，也有更能够充分的去掌握这些相关资讯，让年轻人更尽早的参与政治。对于这摆民法成年年龄修正到18岁草案，法务部讲已经送行政院，正伫等待审理。若修法通过，新制正式实施前会设立2-3年的缓冲期，避免造成伤大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的金曲奖为6月份撑到10月才要举行。昨下晡嘛公布入围的名单，其中原住民歌手阿宝入围8项上侪。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要颁予台湾国王黄瑞峰。台湾所有歌谣加电子音乐相拄，超过一般民众对着原民音乐也是电子音乐舞曲的印象，听起来是完全无同的感受。歌手阿宝的专辑作品《老母的喙齿》在第31届金曲奖入围8奖项。非常厉害的制作，让它变成是一个聆听广度非常广的专辑。就是即使你完全不懂这些语言在表达的故事是什么，你一样会被这个音乐打动。所以它在各个技术项目上面都会得到很高的分数。除了阿宝以外，魏如萱、柯德佩、丁祖琪这人的入围奖项也入伫后壁，表现真好。历来真受关心注意的歌王歌后奖项方面，最佳国语男歌手有周华健、张震岳、吴青峰等6人入围，女歌手是王若琳、梁静茹加丁祖琪这6人，竞争拢真激烈。国语女歌手永远都竞争非常激烈，所以今年的遗珠，你看我们也增加了入围的额度，心目中真的还有一串。今年的客语跟台语实在太精彩，所以他们在今年所有的入围技术的入围名单里面，都跟国语几乎在平行位置，一较长短。这几年金曲奖的报名量真的都非常的大，这次总共有231家公司，然后有1346张专辑跟 EP 呢，总共19461件作品。而这届特别贡献奖是由有台湾国王之称的黄瑞峰得到。往年金曲奖拢是在4月公布入围名单，6月颁奖。不过今年因为疫情，所以延期举行。地点也对台北小巨蛋刷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什么人会使得到各大奖项的肯定，10月初3就知影咯。记者综合报道。今仔的台语文康榜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歌戏界真出名的演员王金英哦，伊6岁就开始上台演出，功夫是真正赞哦。王金英伫2013年成立一个团体，叫做闽闽南词，要来保存甲歌戏相关的点点滴滴，传承歌戏，咱做回来了解。
爱情亲像咸酸甜，绑着你就规手黏贴贴。你若无较紧甲洗互清气，到尾啊你就会固定。趣味佮有意思的四句联，其实充满真侪生活智慧甲文化内涵。医生奉献予歌戏演出的王金英老师，发觉到这几年来早期念唱的传统渐渐失传，所以嘛想办法要来保存珍贵的歌戏文化。这个传统的物件，讲创新不脱离传统，传统不脱离社会。这个传统的物件，你若甲这个社会来脱节。都袂引起共鸣。你要用安怎来讲，人较会记的，用戏剧的，用生活化，用煮饭也用来讲四句联。闽南书成员之一的吴玉晶，原本对歌戏只停留伫野台戏的印象，实际接触才了解歌戏的优美。但是，若要推广歌戏，就爱先听有台语。一开始是想讲，歌戏。少年人连台语拢听无啊，是要安怎听歌戏？所以就开始做一寡跟歌戏有关系的台语的影片，爱互大家安尼看。是台语为主，毋过有掺一寡歌戏的元素入去，安尼豆豆合大家熟悉安尼。负责影片制作伊嘛为生活中找题材，互大家会当看到古早时代的生活智慧。其实真侪是王老师伊家己，因平常时看阮开讲，就是讲啊，我迄时阵伫戏台、伫戏班的时阵，像有一个。三景的影片上新的，就是伊看迄个小米老师因两个开讲啊，小米老师讲，我会晓做迄三景的，佫会春秋的外交的，我就感觉真趣味，就开始翕安尼。趣味的影音内容、丰富的歌册收藏，拢是希望民众会当了解旧时代生活的台湾风俗，嘛毋忘将这寡属于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代代相传。记者杨淑晴、张若水台北采访报道。要带观众们来看以色列一间业者推出以10万200做的3D 印出的牛排，优惠的亲像高级的牛肉同款哦，是真好食款。伫今年年底，以色列民众就食会到咯。牛排放伫个鼎内面煎，起来了摆盘也菜甲真水，互人看了就想要食。这毋是一般的牛排，是3D 列印的牛排。用无共喷水甲牛排顶的肉、油加血水的成分，用一层一层的方式摆起嚟。这是以色列的创新业者用3D 列印技术所做的人造牛排，油火分布正水，倍数敢若真正的牛排同款。We're working on really good, really tasty meat that doesn't come from animals. 人造肉最近伫咧欧美正流行，伫麦当劳、肯德基这寡素食的传统业者，甲人造肉放入去菜单，也得到消费者的接受。真侪业者就开始研发。国家最近疫情的期间，德国甲美国的肉片屠宰场传出群组感染，肉的供应无够，也互人造肉有更较侪机会。业者就趁机会推出用10万200为主要成分的3D 列印牛排。We analyze the different components that make those beautiful cuts and try to figure out which are the key components that we need to mimic. We identified 3 main components: the muscle, the blood, and the fat. 3D 列印牛排诉求是好食、环保、健康。业者是打算年底先伫高级餐厅试看卖。I think 3D printed meat is a really great idea. As soon as the taste will be as good as the regular meat, I will definitely try it. 这种牛排的3D 列印机，即马1点钟会当做3公斤到6公斤的人造肉，未来目标是一天250公斤，成本就能降低。业者也计划伫咧明年将这项技术推广到其他国家。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的酒吧最近又搁重新开放了，为了保持社交距离，有一间酒吧的头家哦，伫吧台边啊装通电的围闸，是真特别的做法，也毋过嘛是真有效。伫咧酒吧台头前有2条电线，顶头挂有电危险的告示，涂骹也打保持2公尺社交距离的黄色贴布。经过人客要啉酒，也做好防疫。伫英格兰西南部康华尔郡这间旅馆内面的酒吧。因为疫情期间关几落个月，7月初时才开始营业，要叫人客保持社交距离，业者真头疼。要让头家想到这种用通电的电线围起来方法。If I put a little bit of rope there, I don't think anybody would have took as much attention as they have to an electric fence. 业者讲，过去大家拢爱跪伫咧吧台前啉酒开讲，即嘛是不准。为了要兼顾店内员工甲人客健康，
用这种通电的电线威胁是不得已的，严过敢合法。 As long as it's a warning sign on an electric fence and you're warned about it, it's totally legal. And there's a fear factor. It works. People are like sheep, you know. Sheep keep away, people keep away. 业者讲，自从伊装这套通电的电线威胁了，所有人拢真正乖乖遵照社交距离的规范。严过私底下讲，伊通电的设备根本就无开。 There is a serious point to it. We've all got to keep social distancing, and it's not switched on. 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关心天气哦，受到西南风影响，今仔水气较高，气象局嘛针对云林、嘉义个台南来发布大雨特报，嘛要特别注意单雷公个强阵风。咱做回来看今仔各地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 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关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5度。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就是咱做工课定定会用到的家私。家私汉字写作家私，罗马字写作家私意思，家甲私拢是第一条。 在生活中，咱会用到真侪家私，亲像做工的时、修理物件的时、烧拍的时。喂，唔通烧拍啦！只要是用得到的，咱拢会当讲是家私。较细项的会讲家私头啊。喂，你好。哦，恁讲恁兜有一款物件歹去啊？好啦好啦。 师傅，你有炸家私过来修理啊？我头家啦，请问恁兜有啥物物件要修理啊？亲像这台电风的挂落去，就要用罗赖吧，甲锁好安，较袂冷气。啊，若像这块茶椅啊，酷酷显，我就会用片子甲钉啊背起来，用钢腿啊钉新的钉啊。 安尼椅仔才会用。我毋若是头家，嘛是一个电器的医生。处理电器问题时，定定要用电线。为着无法互伊烧拍电，我拢会用电火布，甲接线的所在甜甜好好势，较袂危险。另外，甲大家介绍我上常用的家私，就是文公尺。 这种尺若会当好春秋，阁有真侪特别的刻度，会当算出好吉条的寸尺。为着要提供乡亲阁较齐全的服务，做头家我开动笔下一寡接饭的家私，亲像这支电钻啊，咱即马就来装看卖。来，你过来。 这就是人讲吼，无内在，
搁嫌家私歹，明明是家己无才调，煞来嫌家私无够好。溜家私头啊，罗赖吧，骗子，讲推啊，电火布，文公笑，电钻啊，无内在，搁嫌家私歹。若需要头家服务的所在，一通电话，家私摕来，我随到。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